大衛好後生嘅時候，已經係一個牧羊人。雖然佢知道自己將會成為君王，當佢寫低耶和華是我的牧者嘅時候，佢冇因為身份而驕傲，反而極之謙卑咁承認，神唔單止牧養佢一生，更加係大衛自己嘅君王。喺詩篇23篇入邊，隱藏咗好多關於羊群嘅需要。其實羊呢係一種極度脆弱嘅生物，佢哋膽小敏感，只要有一絲絲風吹草動，就已經驚惶失措。如果羊群之間有一啲緊張嘅氣氛，佢哋甚至乎會焦慮到食唔落、瞓唔到。大衛呢係好明白呢個狀態嘅，雖然佢坐喺皇位之上，但佢一樣會恐懼、會焦慮、會面對好多佢掌控唔到嘅局面。佢好清楚，除非將神擺喺生命嘅首位，除非放手交俾神接管一切，否則呢隻羊永遠揾唔到真正嘅安息。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。我哋以為休息係理所當然嘅，但對於一隻羊嚟講，瞓低係一種冒險。羊係獵物，一旦趴低，反應就會變慢，視野會收窄。對掠食者嚟講呢，係最好出手嘅時機。所以佢哋寧願企到腳軟，都唔敢輕易趴低，除非牧羊人就喺佢哋身邊。躺臥唔係懶散，係安全感嘅證明。或者你最近都好攰，但係唔敢放鬆，隨時戒備，準備應戰。但係詩篇話你知，休息唔係靠你努力爭取返嚟，係因為有一位牧者正喺你身邊警醒同守候。當你確信神喺你身邊嘅時候，你就可以真正放低自己啦。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你知道嗎？羊其實係好怕急流嘅，嗰啲湍急嘅溪水、山洪暴發嘅聲音，對佢哋嚟講，全部都係致命嘅威脅。因為羊毛會好厚，一旦濕透咗，嗰啲重量會直接將佢哋拖入水底。一位好嘅牧羊人絕對唔會強迫羊群去冒險嘅，佢會喺急流旁邊親手築起一個石潭，用石頭圍住，將嗰啲憤怒洶湧嘅水攔咗落嚟，啲水變得平靜清澈。當水安靜落嚟嘅時候，羊先至會低頭飲水。神對我哋嘅帶領從來都唔係粗暴嘅，佢知道你可以承受幾多風浪，佢知道你嘅極限喺邊度，佢會為你築起石潭。唔係因為呢個世界冇急流，而係佢願意親手為你擋住嗰啲衝擊。有時羊會發生一種好危險嘅意外，就係反轉咗。可能因為啲羊毛太厚太重，又或者
因為生活太安逸，養到肥嘟嘟，行行下失咗重心，成隻羊反轉咗。四腳朝天嘅羊，其實係最絕望、最接近死亡嘅時刻。佢哋自己絕對唔識得反轉嘅身嘅，越掙扎氣就越喘，越驚慌，內臟嘅壓力就令到佢哋難以呼吸。原來太安逸、太沉重，真係會致命嘅。牧羊人一見到就即刻跑過嚟，佢哋唔係責備隻羊，喂，點解你咁肥㗎？喂，點解你咁唔小心㗎？而係好溫柔，用一隻手抱起佢，將佢反轉，幫佢哋攞返個平衡。就喺我哋人生最無助，連自己都救唔到自己嘅時候，神會親手將你扶返正，等你可以重新企穩，再行返啱嘅路。無論你係因為跌倒，定係因為迷失而失行，牧羊人會喺度，佢一定會揾返你，帶你返屋企。人生有時會行到青草地，但有時候避無可避，要行入去死蔭幽谷。喺黑暗入面，最可怕嘅唔單止係遠處嘅野獸，而係一啲揮之不去、細碎又足以令人崩潰嘅騷擾。有一種痛苦叫做無名嘅折磨，就好似細小嘅昆蟲不斷圍住羊嘅口同鼻鑽入去，令到佢哋焦躁不安，甚至乎會想撞石頭。呢種感覺就好似我哋生活入面嗰啲焦慮、流言蜚語，又或者內心莫名嘅煩亂，令到你連一秒安靜都揾唔到。呢個時候，牧羊人會行過嚟，佢用溫柔嘅手將厚厚嘅油抹喺羊嘅頭上。你用油膏了我的頭，呢啲油係保護，亦都係滋潤。油嘅氣味會趕走煩擾嘅昆蟲，等啲羊可以重新再呼吸。喺我哋心靈最脆弱嘅時候，甚至想撞牆嘅時候，神呢係會指住嗰啲無名嘅折磨，用佢嘅靈抹平我哋嘅焦躁嘅。大衛話：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喺幽谷最黑嘅地方，羊未必睇到牧羊人，但係佢哋會聽到牧羊人用支杖打退偷襲嘅野獸，用竿敲擊岩石，好似講緊俾啲羊聽：我喺度啊，跟住我聲音行就得㗎喇。有啲爭戰，神喺天上默默為你打緊；有啲衝擊，佢親手為你擋住。你唔需要睇見所有嘅出路，只係需要聽住守護你嘅聲音，因為我哋嘅大牧人主耶穌正喺黑暗中為你爭戰，為你引路。大衛寫呢首詩嘅時候，
佢一生大部分嘅時間都係逃亡同埋戰火入邊度過，但係佢竟然喺最動盪嘅時候寫低：在我敵人面前，你為我擺設筵席。想象一下，外面可能仲係刀光劍影，但係神竟然請你坐低，好優雅、好安穩咁享受佢同你嘅午餐。佢想話你知，環境雖然仲好混亂，但係你心裏邊嘅平安係冇人能夠奪去嘅。當你回頭望下，你會發現一件好神奇嘅事，原來一直喺你後邊追趕你嘅唔係災難，唔係咒詛，更加唔係你嘅敵人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。神嘅恩典好似追債咁追住你，無論你行到邊，佢都一定要揾到你。主耶穌話：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為羊捨命。我哋可以脆弱，但係唔使再流浪啦，因為我哋已經揾到一個永遠嘅家。我一生一世都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直到永遠。神就係我哋最安息嘅居所。